마타시들레 딱 가상기 고니 말론세 두기다 가상은조 칼라서 춘니바 나기도 베라 드로사로 아타드링은조 고 카르랭기도 따기다 是的可能嗓子肿了很痛是的可能嗓子肿了很痛是的lesna reya 是的 reya 可能 lesna pachin lor maybe lega 可能嗓子 lesna nipa ke lora 嗓子肿了 lesna 胀吧 takala reya les 之前呢 ani nipa 胀一下的 les 很痛很 lesna pe misirwa 痛 lesna wa re da你把胀一下的了，变内毒了，估计啥？是的，可能嗓子肿了，很痛。他可以连看就说：“你张开嘴，我看看，嗓子有点发炎。”你张开嘴，我看看。嗓子有点发哑，你了是那腔儿哇，张开了是那怕卡西了，张开嘴了是那卡了哇卡，我就卡了是在卡哟，但你张开嘴了是那腔卡当了，你张开嘴，我看看，我让我哇看看了到啊，我看看了你到我了，腔卡当的你到我了，嗓子了是那你把哇。有点了是那电视机发炎了是那眼看着啊，反正马圈圈不是面马圈不圈眼看着是那个的发炎了我说，你张开嘴我看看，嗓子有点发炎，像卡当你到过了像你把的电视机眼看着毒了我说，大夫。我得了什么病？大夫，我得了什么病？大夫了是那明白了过，明白了先把这个的医生说的你就把的大夫，明白了我了是那我说得了是那破吧，那我得了什么了是那可热病了是那我那才说。但明白俺那查可是破下，大夫，我得了什么病？不是啥？第五了看嘞，没事，你感冒了。没事，你感冒了。没事了是那开明都做来的。没事，你感冒了，你了是那腔儿哇。感冒了了是那枪把那下了，你可看了是那明白俺那查看那啥，开明都枪把的下了是枪把，没事，你感冒了。但可看了是那大夫，我需要打针吗？大夫，我需要打针吗？大夫了是那明白了我了是那俺说。需要了是那个吧，你说打针了是那卡脚吧，妈了是那吃我的，明白我卡脚姑姑读呗。大夫，我需要打针吗？我卡脚姑姑读呗，不是。他明白了是不要，我给你开点感冒药吧。不要，我给你开点感冒药吧。不要了是那么我了的，国民都来着，可是那可看了是没把我开点我的呗，国民都了。我给你了是那你吃了，开点感冒药了是那枪被没了。开点了是那当我这面包肉去了没这个我得了开点感冒药了是感冒了是枪把了药了是没。ta chang khage gum di ngi chang la chang ba me this te wolus khai tiền cả mạo dạo
它后面这块没了给题了。中药还是西药？中药还是西药？中药了是那姐妹还是了养哪着嘞？西药了是那咱那暑假可去没？它过了姐妹嘞养哪那暑假可去没得了是？咱们把个是西药，这是药方。是西药，这是药方。是了这个西药了是那暑假可去没？那暑假可去没的？这是了是那这个药方了是那没说。当个这面把给机器啥话说的，如不得啥话说的，胸个的这个多的了药方了。大夫怎么吃啊？大夫怎么吃啊？大夫了面把了怎么了是那看着是呢？吃啊了是那啥话嘞？大夫怎么吃啊了是面把看着啥话嘞？他没啥当了我的。啊，sorry。他面把看了说一日3次，一次2片，饭后吃。一日3次，一次2片，饭后吃。一日了是那你妈去了我说，3次3了是多次了是天，一日3次了是你妈去了天送，故事一次2片，一次了是那天气了，2了是那你了过说。骗了是的累累了过我这没开始多日周的开始累累着的过一次2片了天气了没刚你切了你刚你了的累了你饭后吃了是饭了是看了着后了是那急了吃了是那啥了他说你妈去了天什么啥天气了没你啥了但看了你了啥了看了急了啥的看了急了啥的啥了是别忘了吃药，还要多休息，多喝水。别忘了吃药，还要多休息，多喝水。别了是那不要了嘛去了，忘了是陈八戒哇，他别忘了是那陈八马戒了，可是陈八马戒吃药吃了啥啊？药了是没啥呀？陈八马戒了是。还要了是单独了，多了是那忙不啊，休息了是那眼缩脚啊，多了是那忙不，喝水了喝了是多了，水了是那吃，没啥这把嘛接了是单独，眼缩忙是家吃忙是动了，故事啥？知道了了是那心说了，好过说了。谢谢了是那突击去了，大夫了是那明白。这里我就当然一的。是的，可能嗓子肿了，很痛。你张开嘴，我看看，嗓子有点发炎。大夫，我得了什么病？没事，你感冒了。大夫，我需要打针吗？不要，我给你开点感冒药吧。中药还是西药？中药还是西药？是西药，这是药方。大夫，怎么吃啊？一日3次，一次2片，饭后吃。别忘了吃药，还要多休息，多喝水。知道了，谢谢大夫。但是这里乱七八糟擦说。